司令，我知道了，这都是我误会了你。都过去了，没事。你真的打算离开云城了吗？我爹不在了，云城也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。有什么需要的，你尽管开口，我们能帮一定会帮的。谢谢你，一语。祝你们幸福。对了，我记得有一回，刘思南和我爹在司令府谈话，好像说到我爹帮他寻过一把德国制的左轮手枪，不知道这事对你们有没有用？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司令，你先回去吧，我待会儿就回来。你去哪儿啊？少爷，您回来了。开心，我们大伙儿都盼着你。大少爷回来了。大少爷，您没事真是太好了。您不在这几天啊，我们真是六神无主，七上八下呀，生怕这福禄酒楼又关门了。你会不会用词儿啊？你们放心吧，我和一语绝对不会放弃大家。剩下干嘛？干活去。哎，好，大少爷。如果许司令真的帮刘思南伪造了一把左轮手枪，那很有可能杀死秀豪的真正凶手就是刘思南。此时我们还得再去探查清楚。
司令，你干嘛去了？我在刘思南那里找到了一把枪。我们现在得赶紧找到郭子欣，告诉他真相。下面的人已经查到了，郭子兴大概的位置就在码头。我可算找到你了，小姐，认错人了。郭子欣，你准备躲到什么时候啊？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你有本事嫁祸别人，你有本事杀人报仇，你就别像个缩头乌龟一样躲起来。走，跟我走。我不能回去。你不是要给秀禾报仇吗？你连杀他的凶手是谁都不知道，你怎么给他报仇？这把枪是我生日那天我爹送我的礼物，它的子弹型号非常特殊，没想到司南会利用这一点，通过许司令做了一把一模一样的。真没想到刘思南竟然有如此重的心机。大少爷，我郭子欣对不起你啊！我没有搞清楚事情的真相就伤害了大少爷，我真该死啊！起来吧，你为了给秀禾报仇，理所应当。没事。这也不能都怪你，毕竟秀禾是你最亲的人，你也是受人蒙蔽，受了刘思南的挑唆。谢谢大少爷，大少奶奶，郭某。你去哪儿？谁？是你啊！我不是让你躲得远远的吗？回来干什么？不回来，要你的命！你疯了吗？我告诉你了，刘思林是杀害秀禾的凶手，你杀我做什么？事到如今，你还要骗我？刘思南，我以前真蠢，被你骗了这么久，还差点害死了大少爷和大少奶奶。我今天要杀了你，给秀禾报仇！你少血口喷人！这是一宇在你房间里找到的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你到底为什么要杀秀禾？你说呀！他活该。说什么？他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出现在那。刘思林18岁生辰那天，我偷偷的拿走了他的玉佩，没想到碰见了秀禾，他还要告诉我爹。我不是真的要杀他，我只是想拽住他，不让他去。可是结果他掉进了湖里。他头上的枪伤是怎么回事？那是几日以后。我为了嫁祸给刘思林，特意让许司令去找到的那把特制左轮手枪，同时也可以洗清我的嫌疑。刘思南，真卑鄙！想不到堂堂的刘家二少爷居然会偷东西。不是偷，是拿，是拿！凭什么？凭什么只有刘思林的生辰，我爹要叫全城的工匠给他打造那么昂贵的玉佩？什么？
凭什么我爹要把这把特制的左轮手枪送给他？凭什么全府上上下下都那么重视他？就是因为他是嫡出。刘思南到底比他差在哪儿？我就是要抢走他的一切，我就是要让他不痛快。玉宇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我今天终于知道，原来这么多的坏事都是你做的，杀了你，为我父母报仇。我没有杀你父母。你胡说！明明玉佩是你偷的，你就是凶手！我没有偷，我那是拿。玉，我真的没有杀你父母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真不是我杀的！给我站那儿！你放开他！你要再敢往前走一步，我就杀了他！杀了那么多的人，做了那么多的恶事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遭报应的是刘思林，我的一切都是被他抢走的，包括你也是被他抢走，都是因为他。你从来没有正眼瞧过我，为什么？就因为我不是老夫人生的，他就可以这样是吗？凭什么？你有没有想过，老爷也许根本不在乎你的出身，而是他已经看到了你的本性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你胡说，你胡说！小心！刘思南，你别吓我，小心！小心！对不起。其实，我有一句话一直想跟你说，你说，对他很像小何，保护好他，不行，不行，保护好你。我做了太多对不起你和大少爷的事情，我希望你能。子熙，子熙，你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一定会为你和修和报仇的，子熙。现在全城都在通缉刘思南，我一定要在巡捕房找到他之前，亲手为我爹娘、秀禾还有郭子兴报仇。玉佩虽然是刘思南偷的，但并不代表他就是杀害你父母的真凶。他现在已经穷途末路，没有必要再隐藏什么了。你还记不记得，老帮厨曾经说过，你爹遇害前，我娘曾交给他一个盒子，而且那天你放出假消息，说老帮主有密信，便就有黑衣人来府中想抢夺密信。这个盒子里一定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对于幕后黑手十分的重要。但到目前为止，刘思南和这个盒子没有任何的关系，我们一直没发现过。那我们现在当务之急，应该先找到那个盒子。你那条项链是从小就戴着了吗？
这个项链是我娘遇害那天给我戴上的。千万别出声，听见了吗？他会不会就是盒子的钥匙？千帆叔，您救救我！二少爷，你是怎么搞的呀？现在全城都在通缉你呢。千帆叔，我完了！现在千羽和刘司令已经知道我做的所有事儿，而且还要到巡捕房告我。我现在退无可退了。千帆叔，我求求您，您一定要帮帮我，您让我走吧，千帆叔。可是我放了你，大少爷他不会放过我的。不会了，您在刘府干事这么多年，他们一定会给您面子的。而且，千帆叔，您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，您不能把我往火坑里推啊！千帆叔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快，起来说话。放手吧。这些钱你先拿着，明天你到城南小渡口，我会安排人在那儿等你，送你上。你以后可千万别再回云城了。好，谢谢千帆叔，谢谢千帆叔。哎，慢着点儿。有没有看到政府房的盒子？没有。去找。是。你去哪找？我娘是夫人的贴身丫鬟，不在我娘那还能在哪儿呢？有没有可能是被你爹藏起来的？我爹？福禄大酒楼？是千帆叔叫你们来的吗？是的，二少爷，快上船。快追！你们别过来！再过来我跳下去了！你跳啊！你跳了就免得我杀你了。别过来！爹，您来啦！很久没过来了，过来看看你们。这边。坐。这下倒卖烟土的真相水落石出了，也可以彻底还你们个清白了。哎呀，真是没想到啊！
这个二少爷竟然做出这样的事啊！倒卖烟土，还嫁祸在你们的头上。真是啊！我从小看他长大，这小的时候啊还是温文尔雅的，谁知道长大以后竟变成这个样子。我也没想到刘思南会变成现在这样。如今他下落不明，整个云城都在通缉他。丽儿啊，还好当初你听爹的，嫁给了大少爷，怎么样啊？爹怎么会害自个儿的女儿呢？爹，你看大少爷啊，把整个刘家还有酒楼打理的是井井有条啊。闺女，你以后就和大少爷把日子过好。正所谓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爹，刚好酒楼出了几个新菜，也请您品尝品尝，好让思琳陪你喝几杯。那就喝几盅。大少爷，这整个酒楼都找遍了，没什么盒子呀。啊，这是酒楼专门用特殊的食材砌成的，能保持凉爽和干燥，是后厨专门放蔬菜和肉的地方。大少爷，大管家来了，大少奶奶叫您一起过去。大少爷，我敬你一杯。千帆说出哪里的话，应该是我敬您。爹，我敬你。哎呦呦呦！啊！哎呀，大少爷，真是没想到啊，咱们能成为一家人，是我们高攀了。哪里，我们俩都是您看着长大的，在我们心里早就把你当做一家人了。爹娘在天有灵，也会欣慰的。一语，一语。司令，万一我不能回来，帮我继续寻找那个盒子的真相。大少奶奶，天色这么晚了，你要去哪？我有点事儿要回家一趟。大少爷已经睡了，你不要去打扰了。是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刘思南他跌到了悬崖下，可是我们没找到他的尸体。什么？蠢货！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！继续给我找。是。小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哦，我许久没回来了，我来看看爹。老爷已经睡下了。我知道了，你们下去吧。
抓刺客！一宇，不要过来！有刺客，把面罩给我摘了。刘思南，在整个云城都在通缉你，你做了这么多恶事，还敢回来你？秦帆，你个老狐狸，只怕你做的恶事比我都多。血口喷人！我做的哪件事不都是你指使我的？我没想到你竟然如此凶狠歹毒，还想杀人灭口。没想到吧？我就站在你面前，怎么把我杀了就能洗白，就可以把所有罪名扣在我头上吗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！就算我死，也要带着你一起。你不要颠倒黑白，一宇，你不要相信他。滥杀无辜，加害于我大哥，和我大哥争夺家主之位，贩卖烟土，毒害我爹，哪一件事不是你指使我的？以前是我太傻，我还以为你是为我好，现在我明白了，一直都是在利用我实现你的野心。一宇，你不要信他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他指使我的。满口胡言！爷爷，我知道我做了很多坏事，你恨我怨我都没关系，但是今天我要把一切真相都告诉你。你上次不是问我，后来大哥的玉佩去哪儿了吗？我偷走玉佩之后，失手杀了秀禾。你没事吧？这回是吧？快起来呀！快！老爷正找你呢，快回去吧。后来执政，把玉佩挂在了千帆身上。一宇，千帆把我杀了以后，也会杀害你和大哥。在胡家这么多年，都是为了他的狼子野心。千帆，我要杀了你！你疯了！我是你爹！你不是，你是那个黑衣人。你做了那么多的恶事，你怎么配是我爹？我抓起来！你的话太多了，循阎王说去吧。我要跟你拼了！把他给我处理干净。是。为什么不杀我？你是我女儿，我为什么要杀你呢？你根本就不是我父亲。哎呀，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，胳膊肘往外拐。这么说，这么多年，我是养了一只白眼狼。养了我这么多年，不就是让我当你一个可以被随意摆布的妻子吗？去伤害别人，你这个人简直是可恶至极！是你亲手杀了我的亲生父母，还在这里跟我演什么父女情深？呸！我的好女儿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当年是你父母多管闲事，而你现在也跟他们一样。
你做了这么多见不得人的事儿，你还背着老爷和夫人通奸，你杀我父母，不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你的这些龌龊事吗？你胡说！刘夫人喜欢的是我，她一个嫁的人也是我，凭什么我和刘牧之一起白手起家？为什么他就是人人尊重的刘老爷，而我就只能做他的牛马？啊，凭什么我喜欢的女人也被他占了？我不甘心！你别自己骗自己了。像你这么龌龊的人，刘夫人怎么可能喜欢你？你懂什么？刘牧之出门做生意，迟迟未归，杳无音信。人们都说他遇到了海难，死在外边。刘夫人，我的雅晴，伤心欲绝，是我在一直照顾。我对他说，我以后就是他的依靠。那天夜里，我们喝了很多的酒，那是一个多么幸福的夜晚。那段日子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光。我还托人去上海定制了一对宝石戒指，那是我们的定情信物。你不过是趁人之危罢了。你，可谁知道，就在刘思林18岁生日的时候，他居然回来了。他给他那个兔崽子儿子过生日了。今日犬子思林生日，感谢大家光临啊！喝一杯。多谢。来，娘。啊，诸位请坐。一个毛头小子这么宝贝，我的雅晴，他见到他觉得无言以对。竟悬了梁。我的雅晴，你知道吗？她还怀了我的孩子。我要让刘牧之、刘思林血债血偿。闭嘴！你这个人可恶至极，竟然如此卑鄙地说出这种话来！我教育你这么多年的父亲，我感到恶心、耻辱。有本事你现在就杀了我呀！不然我做鬼我也不会放过你！上次刘思林枪法不准，没有打中我的要害，只是轻轻的伤了我一只手。你看，我早就该想到，那夜的黑衣人是你。不愧是我千帆养出来的好女儿，居然知道用假的密信来诈。我去。
大管家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有人私闯刘府，大少爷派我们来追。啊，哎，我看刚才好像有人往那边跑。走。只可惜，那是最后一次机会，却被你们轻轻的放过。整个刘府上上下下都是蠢货，都被我耍得团团转。他们不蠢，是你利用了他们，是你欺骗了他们对你的信任，是你伤害了他们。像你这种人，你就该下地狱！骂吧，大声的骂，痛快的骂吧！你杀了我呀！你有本事你现在就杀了我！我为什么要杀了你呢？杀了你没有意义，你的利用价值还没完呢。你要做什么？我要让刘思林痛不欲生。易宇，彩月，彩月，大少爷，大少奶奶呢？大少奶奶昨夜就出门了，现在还没有回来。去哪儿了？有说吗？她说家里有点事儿，要回去一趟。大少爷，大少爷，大管家的电话。秦帆，一宇现在在我手上。你要干什么？易宇怎么样了？是他自己送上门的，这可怪不得我。秦帆，我告诉你，你若敢动易宇一根毫毛，我让你死无全尸！你赶快把他放了。我的大少爷，别着急，一宇现在还好好的，你要想见他，立刻来我家。秦帆，陈帆，易宇，易宇，易宇，陈帆，陈帆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司易宇，司令，把易宇放了。别动，动我现在就打死你！只要你答应我的条件，我就可以放了。只要你放了易宇，我就答应你任何条件。先把枪给我放下！放下！司令不要！把枪给我踢过来！快！司令，司令！刘思林，刘大少爷，你也有今天啊！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你不是很厉害吗？你不是很骄傲吗？你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为了个女人，我真是瞧不起你。你跟你那个死爹一样没出息。我真想不明白，当初雅晴怎么会嫁给你爹这个死混蛋，还生了你这个小混蛋？你爹他就应该早早的死在海上，这样雅晴也不会自尽了。原来欧娘自尽的人是你，你这个畜生！亏我爹以为你忠心耿耿，一直把你当兄弟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司令，别伤害司令！司令，你还不知道，这个女人
就是我说服你爹安排在你身边的。可惜这个女人中用竟然真的喜欢上你，没用的东西！欺负你！凡是为情所困的人，皆成不了大业，而你刘思林就是这样的人。不要伤害思林！刘牧之，你睁开眼睛看看，风光无限的大少爷、大公子被我踩在脚下了，你的二儿子也被我打死。我叫你们把我当下人，把我当下人！做了一辈子下人，我做够了，我要做主人！千万，你别得意的太早了。只要你轻轻的在这上面按个手印，自愿放弃刘家及酒楼的所有财产和股份，你就解脱了。我也会放你一个一羽一马。刚才大少爷说，把所有股份财产都赠送给我，你们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不要伤害思林！从此，刘家就是我的了。从此，刘家就姓钱了。我终于熬出来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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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得意的太早了。你看，这个是什么？当年费尽心思害死一人爹娘，不就是为了这个盒子里的东西吗？啊！你从哪儿拿到的？大家把这些书啊、纸啊都要放到通风处，以免受潮，还要放到老鼠咬不到的地方，这样才能保存的更久，听到没有？有没有可能是被你爹藏起来的？我爹？福禄大酒楼？大少爷，这整个酒楼都找遍了，没什么盒子呀。啊，这是酒楼专门用特殊的食材砌成的，能保持凉爽和干燥，是后厨专门放蔬菜和肉的地方。彩月，跟我来。大少爷，盒子里面是个很重要的文件，江师傅为了长久保存，很有可能把它藏在这儿。找到了，真的在这？
东西呢？放了一局，把一局放了。好，放了他，放了他。一局，司令，司令。 你以为知道盒子里是什么吗？里面全是千帆这么多年来攒下的罪行的证据，贩卖烟草、买卖人口、杀人越货，你背着我爹干了这么多的坏事，你花言巧语哄骗我娘，恐怕也是为了利用她来掩盖自己的罪行吧。 我娘之所以会自杀，就是因为她知道了你的所作所为，觉得愧对于我爹。刘司令，够了！司令，东西在哪儿？给他吧，司令。说，你真是毛算一生，糊涂一世啊！ 这么重要的东西，我怎么可能随身带着？我早就让彩月把它送到新火坊了。你，司令，司令，你怎么样了？司令，一月，没事，就，司令，司令，你醒醒啊！司令，司令，司令，你睁眼看看我呀！司令，司令。 哼！给我送！你睁开眼看我一眼啊！你睁睁眼，司令！救护车！别摇了，你再摇我就真把你咬死了。 还好，我没有来晚。多谢王署长，我还以为你收了千帆的好处不来了呢。胡说！我像那些贪赃枉法的人吗？我誓死追随吴大帅，与罪恶势不两立。其实那一天我为什么把你们放了？是因为后来我暗中调查，贩卖烟土的是刘思南。 只是想不到，真正的幕后主使是千帆。那当时许小姐威胁您的那个文件是什么？只是一张照片而已。照片？有一次，许司令带我去怡红院喝酒，那天我就喝多了，他就拍了一张照片，要挟我到现在。王署长，你还真是性情中人呢。真好，一切都过去了。对呀，都过去了。你可还记得你嫁给我的当天什么样子？
很痛吧？还没好吗？你的小疯子要来了。